下晡1點對台東太麻里登陸，下晡4點對台南七股出海。華東、嘉義以南、金門明透早進前預約2號。風台對台東登陸，全台東超過28000戶停電。市府是有真濟厝頂曉氣，病院超商的玻璃門破去6起着傷。衛福部醫術人員性別事件資訊專區就線，會公布捌因為性侵、性騷擾案件去互定罪醫療人員，民眾會當去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3公視台記台 AM 新聞，我是蘇美。今日新聞頭起先，當然是先來關心這風台的消息。中度風台楊柳下晡1點對台東太麻里登陸，下晡4點是已經對台南的七股出海。氣象署是預估，在楊柳出海了後，可能永暗對減弱做輕度風台，明仔透早可能會當解除海上甲陸上的警報。不過目前這風台是還未離遠起，南蘇甲綠島早起是有靠17級的強陣風。永暗到明仔透早，花蓮、台東、嘉義以南，還有金門有關係的落大雨，要特別注意。海邊海影一陣啊一陣現象化，南蘇東清部落透早有船變去，船主唔驚大影跳落去救船。好在在有族人鬥3工，甲船白收了後，佫做伙甲船順利有上岸。因為中度風台楊柳侵襲，南蘇先受到島上強風大雨，佫出現17級的強陣風，樹仔吹到90度的以內，視線嘛規個看袂清楚。氣象署表示，楊柳風台中心下晡1點佇台東太麻里登陸，下晡4點由台南七股區出海。這段期間，綠島甲南蘇攏出現17級以上的強陣風。氣象署提醒，風台翻過中央山脈了後，為下晡到暗時偏烏甲中南部地區風會漸漸增強，所以針對偏烏發布紅色強風特報，局部地區可能有平均12級以上，也是陣風14級以上發生的機會。澎湖的這一帶，目前呢，其實已經也有觀測到12到13級左右的強陣風，而在今天晚間的這段期間，這邊還是要注意這樣子比較強勁的風勢。落雨方面，拜三暗甲拜四透早，華東、嘉義以南、高屏、頂山區，還有金門愛嚴防局部大水雨，還是超級大水雨。在今天下午到晚間，花東、恆春半島，還有在嘉義以南的這一帶，雨勢上面都還是比較顯著，以及澎湖這個部分的雨勢也是目前可能會強的降雨會一直持續到晚間。氣象署指出，楊柳風台出海了後，有機會在拜三暗減弱做輕度風台，也可能在拜四透早解除海陸風台警報。拜四透早各地也是有短暫陣雨，日射了後，甘迺東半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是午後雷陣雨的天氣。記者採訪報道。楊柳風台下晡4點對台南七股直達出海，當地民眾是早就已經有篷布蓋厝頂。台南市長黃偉哲下晡是去視察青昆新青山漁港，因那總統賴清德是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掌握各縣市的災情。看過去，真濟民間的厝頂套上篷布，用尼龍索啊綁好條，也是風吹害。台南七股西寮里頂擺予台南市風台摧殘，變做重災區，真濟厝頂予風吹走，也未知後復原，個面臨楊柳風台的侵襲，關落惡夢個發生。位於七股頂山里，同款也會當感受到風勢增強，整個厝也落佇路邊。當地居民加強固定厝頂的篷布，有民眾煩惱出現嚴重災害，激動流目屎。會驚未啊？真袂驚，煩惱啊！楊柳風台帶來強風大雨，造成台南山區的樹仔倒去地堂高壓電線，民眾徛街停電，也是愛準備風台，台電人員協調了後，透風南雨搶修。希望那個台電的工作人員工作的時候小心，對啊，我們會在這邊慢慢等候的。你嘛是愛用啊，無住好嘛，攏無電啊。國軍是動員兵力救災，除了協助沙包整備，也撤離鹽田里的579人。隨風雨增強，外界關注青昆省青山漁港若出現海水倒灌，恐驚歸海爭頭。但市長黃偉哲下晝去現場，確保抽水站正常運作。我們特別在加高了60公分的這個堤防，不過因為要方便漁民進出，所以這邊就用那個太空包來先做隨時的處理。總統賴清德是視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除了甲各縣市通話連線，將壓災害進度也對外界誤解以技術國軍協助救災的代志做出澄清。被誤會以為
我拒绝国军投入救灾，我在这边特别说明。那其实国军几十年来，通通都是如此，除了保家卫国，有发生天然灾害，那国军也都义不容辞站在第一线，帮助受灾的民众。下昼4點左右，楊柳洪台為台東七股附近出海，後手的救災作業袂當停，羅總統也要求各部會注意電水、通訊等民生需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因那食方便台東美和鄉蘭是靠14級的陣風，富岡15級強陣風。這強風大雨是已經造成台東超過28000戶停電，金峰鄉迄邊是有超過300戶停水停電，而且嘛有一寡徛家這厝頂是起予風吹吹無去。另外，這地上鄉過一日的雨量就破300多毫米，秀姑巒溪下水下袂利，造成人家厝入水。台风杨柳已经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登陆台东太麻里地区，随后就是花东地区风雨最大的时候，包含美和、香兰都有达到14级阵风，也让各地传出灾情。杨柳风台风有到头，台九线海花边大影一直降来，风台登陆前后影悬一度超过6公尺，观光客拢走了唔敢来。太麻里市区风雨有够大，阵风达到14级。就连建筑物也挡袂牢，就伫个路的有铁片车库，规个雨风掀起来，威力是真惊人。风雨也是愈来愈大，更加造成停电的灾情。因为我们是做生意啦，怕东西会坏掉啊。这边是算是灾区啊，每一次的那个台风一过境，就是交通就瘫了。当然很多不方便啊，没有电啊，也不好睡觉啊。是不是也很闷热？闷热。太麻里金峰乡主题区徛家内底拢黑暗暗，民众将照明的设备提出来勉强维持，小型商店也无法度来做生意。当地停水停电已经过几啊点钟啊，也无度恢复。因为我好久以前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停电，然后我自己自备发电机。是不是有住户厝顶也袂赴修理，赶紧用石头甲棚布砍掉咧？希望厝遐莫吹走。到下晡4点，要28049户停电。杨柳风台也带来惊人的雨势，地上乡一天累积雨量超过300多毫米，秀姑巒溪山下袂赴发生倒流的情形。真侪所在即饮水管理徛家，后续清理恐惊爱几啊天的时间。杨柳风台威力真惊人，侵袭东台湾。先下晡4点已经伫台南市七股区附近出海，不过外围环流落雨，恐惊继续影响东部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台东市区是有加油站，甲一寡徛家厝顶铁片是规片扫无去。县政府病院便利超商的玻璃门嘛去互强风吹破去，甚至有这便利超商的人客去互玻璃刮着伤送病院。大影冲起来，现伫爆花，一直灌入台东富冈渔港。中度风台杨柳带来强风大水雨，那海面风影真大，一只吊起来闪风台渔船，互吹起车路卡伫路中央的双黄线，市区的风共款真强。民众伫路的行，强要徛袂在。台东市捌出现11级的阵风，有小的车桥吹倒去，坏伫路边。小连线的强风，甲京城路一间加油站的厝顶吹甲落去，至少一半规个塌落去，损失真严重。国小校园边的铁片吹甲边几落链，搁击到停车格的车，啊，搁有民家的厝顶未堪咧强风，规个掀开落落来路面，击到一台汽车。这间卖场的看板嘛，去予强风吹甲歪高起穿倒伫路边。这次台风直扑台东，带来强风。不少建筑物的铁皮屋顶和围篱被强风推落，散落一地，飞落在马路上面，场景宛如8年前的尼伯特台风再现。那铁片世界杯一寡建筑的玻璃门，搁较是未堪咧强风。卫生部台东病院急诊玻璃门都去吹歹去，强风大雨灌入来了后，造成天棚规个落落来，电线嘛随落来，规个如苍苍。啊，个便利商店玻璃壁规片倒去，缀伫商品顶悬，风雨阁一直灌入来店内。县政府嘛变受灾户，强风造成玻璃破去，规涂骹焦碎片。听到声音吗？是风太大是吗？
因为风正强，还有厝的外壁砖啊，规个放落来真危险。好在再无人甲车经过，毋过都有民众拄着危险。伊去便利商店买物件时阵，无细意去杯内玻璃挂着伤，倒骹一直流血。救护人员赶紧到场救援，甲人送医治疗。啊，那玻璃没有看到，还是突然飞来？被风吹了，然后。用力风太侵袭，台东头一个扫掉，规工风强雨大，造成真侪街路拢遭铁片玻璃甲砍绑，有不少路树是连根都飞起来，市区受损严重，规个如苍苍。记者采访报道。镜头换来看花莲，这海边的风影是真惊人，石推渔港这搭海影是加对车落去。也若是这大雨嘛，造成溪水涨起来，明里变道、轮天变道拢风管制成风起来。也若过2礼拜就要采收的水何况稳蛋，即阵农民是真烦恼，讲会去风台扫卡落了。海面上风影一直拍向北岸，海水一直溢入来石堤渔港。花莲台东海花公路沿岸，大影是一波刷一波，观测员来到现场，关心这个海象情形。主要是要看它海浪的高度，还有这边瀑布，看它会不会有落石落下来。中度风台洋流侵袭台湾，花莲市雨一直落，就惊山区路段因为大雨造成灾害。花64水港公路、69山产业道路实施有经性封闭，也管制临时便道出入。台风夹带的大量豪雨，让秀姑峦溪水位暴涨，7月底才抢通的明里便道现场也进行管制，但如今溪水溢出路面，便道又因台风受创。那明里便道、轮天便道也开水拢淹掉了，真侪水防道路更加有积淹水的情形。风台的强风大雨代替唔加大雨，东部干线来回花莲台东甲南回线13是全面停开。我要回学校，原本是要，但好像停驶了。风台侵袭的交通拢拍乱去，伫农业方面更加是一大冲击，尤其是水水河工油啊。这一大片果园就是花莲瑞穗乡的鹤冈文旦产区，在强风豪雨的侵袭下，已经有部分文旦被击落，幼农都非常担心，势必影响到今年中秋节价格。今年以外有果产量甲正常时期来比较较少，就算搁再过2礼拜就要采收啊，惊这场风台又个增加变数。现在目前我们瑞穗是最大的产区，希望这个台风能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文旦的这个产量。这场风台过了后，农民生活面临挑战，厝内底甲鸡子园拢变甲乱糟糟，爱开始来善后清理，希望能赶紧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屏东地区，今仔日过到了后，这风雨就哪来哪强。高雄林园的中分渔港口十级阵风，市府嘛传出讲是有2件这树啊倒落来去跌着人的意外，现在是干那轻伤。也若屏东恒春半岛是有所在淹水，山区迄边是累积300-400毫米的雨量，三地门公所中道就赶紧强制撤离大峡部落的居民。野味线都坏掉了，香沟水坏掉。山顶无信号，公所人员着急要敲电话联络村民撤离，因为对外边专路线绑甲无信路。山地门公所下令要强制撤离大峡部落的16位居民。13晚到消防人员用步练的方式来到部落，因为若看到山崩地裂，部落内底有几间厝已经出现地基挖坑，崩落去山坎。就是台风的时候就已经崩了，可是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直慢慢滑落。昨天晚上才全部崩下去。环旧法规定，因为现在已经划定了我们的这个警戒区，所以出入必须要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必须要强制撤离。所以这次我们进行跟我们的乡亲呢，把他们能够带回来。车会当过所在就坐车，等着帮山袂当过所在就豆豆啊行。总算是伫风雨变大进前安全撤离出来，要前往收容所休困。过到后，屏东风雨愈来愈惊人。恒春到下晡4点半已经落将近300毫米的雨。那市区的宽峡北路淹水，伫咧白沙地区也因为雨伤大，排水消透袂去，做水灾。第一届看到白沙做水灾啊！你甲看，淹较深着啊！洋流风台除了雨势惊人以外，因为行速度紧，过到后伫高雄海边就真正鼓足风台感受。高雄林恒的中风港，一中到1点半就已经出现10级的阵风，气象署也针对高雄林恒地区发布强风的警告。风哪头雨哪线，树威世界杯。高雄市区下晡就因为风伤透，伫凤山甲前金小线发生民众骑奥多摆去互路树地掉的意外，加在拢敢若轻伤。高雄气象站表示，虽然风台中心下晡4点已经出海，不过风雨会持续影响南部县市到10时早起，民众若无代志，就莫出门，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郭斌在柯家组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这回风台用柳虽然是较偏南部，北部的雨就无遐大阵，不过因为地形的关系，风犹原是真透。伫咧台北有一温边的大楼，就有这楼尾顶的外墙，或者强风渗一个有泰鲁甲其他物件落落来，加在是无去牵着人。也若是家人迄边是有吊宣传篷布用架倒去缀着边的车。原本要驾驶广告篷布的用架，袂当哩强风，就安尼倒去缀着边仔的白色轿车，好加在无人受伤。今日市府协报了后，协调相关人员随拆掉，要防止杨柳风台的灾害扩大。北北基图虽然13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阵阵强风，有民众伫台北市区停单安定时，行车记录器都翕到一块不明物体位悬的所在落伫车阵中，随即消失。另外，也有美观西路一栋大楼外边也受强风影响。13号午后，台北市区风力逐渐增强，在捷运民前西路站外的这个12层楼高建筑顶楼加盖的外墙，甚至不敌强风吹落，碎片还喷到了对面车道。美化版而已，都2户的水管破掉而已。我们也通报那种维修单位过来维修了。今天风真的很大啦。现场有封锁线，那个物件也由这栋大楼管委会刷走。无人伤亡，虽然杨柳无直向北台湾，也毋过过山时，北部因为较具效应，产生的强风，台北市已经测到9级的阵风。由东往西经过台湾南部的这种台风的路径它的北侧外围环流的这个偏东风一旦有机会能够绕过北台湾的这个地形的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像是这个水流它要经过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呢，它在转弯在绕过的时候会有一个加速移动速度会有加快的这个现象。特别提醒负责高空作业的业主以及劳工朋友特别留意安全，那必要的时候就要停止作业。气象署研判，13八仔嘛大台北风雨上明显，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也呼吁市民无必要避免外出，更较唔通去山区海边顶，较会发生灾害危险的地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落南来看彰化，云园东安村一搭3合樱头前，这落起流去是哪帮哪看。这回风台内虽然彰化迄带雨是无遐大阵，不过这边永远是真烦恼，讲是愈放愈严重。也若是苗栗，这竹南游泳池边的停车场，今日中昼的时阵是有2丛青仔树去互风渗倒去，去撼着5只车，加在是无人伤亡。路基老了了，看袂出原本的路，挡土壁放落到山崖下骹，敢若像大结局的场景。好民众看到到地心惊惊，也若处处烦恼灾情扩大，提前伫风台来进行规家来撤离。嘛无一大风发头，等下北河旁嘛是搁飞去啊，这一定一定搁较大，因为下底一定有透空啊嘛，即摆搁来嘛是搁透空啊。彰化云园东安村这个大厦厝头前的路围坎的，进前连日大水雨，这个月初一大规模放落来，深度超过10公尺接深。原本住伫的大厦厝的姓郭的一家10个人，都已经撤离到山骹。不过这摆风台过来啊，当地虽然只有风真透，也个民众烦恼讲，这阵落落去的所在，敢若用篷布盖掉咧，无法度挡这个强风大雨。无好啦，伊个是暂时算啦，落雨较袂过直直愈落啦。暂时是冚一个，算讲较袂过雨来土愈软，直直愈落啊。另外，地苗栗地南虽然有出日头，不过受到风台环流影响，也出现真强的阵风。也伫登入游泳池边的停车场，13中昼2丛大青仔树互风吹倒去，讲伫停伫边的5台轿车。台风天不要出门。怎么说？因为就是风很大，然后很危险啊，树很危险。幸好就是小朋友没有在车上。本来是预计在大概是这个月底到下个月月初就要整个就剪跟修剪，包含这些枯树全部都要移除掉，但是变化来得太快。工作讲原本计划要甲湖边塘海树仔甲移除，也未进行，就是拄着风台。虽然意外发生，加在是无人伤亡，也依照程序协助受害车主办理国家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这回风台内，除了这方面的台东花莲，上界烦恼的就是顶界风灾甲水灾也未重建好势南部地区。亲像这嘉义县的沿海，都有真侪厝，这厝顶火就晓起啊，到即阵也未整修好势。即阵受灾户就干来当赶紧固定物件。市府迄边是紧调抽水机，希望会当减轻灾害。予单仔是风台吹去的厝遐拢伫涂骹，歹去的厝顶也未修理好势。风台又搁要入来，看到厝搁无法度大，
家己沿海地区的民众只会当做一寡准备，看时间的状况，才决定要安怎。根本若即个落雨了，那皮拢大面拢迄个是，后面那边啊风大哦，就拢去困万神娘啊。拢去困庙啊？系啊，去困庙啊。因为伊伫遐做庙公咯。嘛唔知啊，唔知大无大，若大嘛是着闪一下，啊若是无大是佮加大只，啊无买对。除了民众做风台的准备，家己县政府嘛赶伫风台有影响进前，到县内一寡地势低、较淹水的所在来会勘。针对因为丹那西风台造成房厝受损的受灾户，嘛做安置的协助甲规划。那因为屋顶被掀了，那相关的保全户啊，那都要一一的做询问，那包括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做相关的撤离跟开放这个收容所。那这个部分都做陆续都在进行当中哦。家己县水利处表示，风台离开了后，为着惊大水河造成第二届的灾害，伫顶界有淹水的六卡乡甲东石乡，拢有设置2台以上的抽水机，希望时间会当降低淹水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厝顶翘起的，也阁有台南7股龙山里这间街条，而且因为因外口是有电火条倒去缀着因的街条，也未处理，就算讲业者想要重打铁厝嘛无法度。另外，伫咧麻豆迄边的油啊，顶一道的风台就已经甲因扫甲剩2成，农民即阵敢若毋望讲，莫甲村的拢总扫了了。街寮内鸡咧食了，毋过厝顶悬刷破几内空，台南7股龙山里这间街寮顶回互丹那西风台甲渗甲真正力，后来佫有西南气流来扰乱，业者讲风台来速度，互因实在看袂赴。这回牛六佫来，互因真正错咧等。另外街寮外口的电火条倒入去街寮已经1个月外，业者怨叹拢无人来处理，害因无法度修理厝遐。之前台风来已经都没水没电，然后好不容易把机制都存活下来。即马搁这个台风来，我嘛做咯，已经1个月啊，搁还没来用。然后听说那是第4台的啦，对啊，然后一直都还没来用啊。来造成困扰。会啊，安尼阮等于叫人来踏铁厝迄边遐个拢无法度打，拢无法度打。农作方面，麻豆分蛋即阵剩2成，因为顶界已经落过真济，基本上这回无做啥物防台措施，应该希望风雨莫去甲落尾村的遮甲渗甲乌有去。这个用下骹其实效率不大了啦。较早你惊是咧惊讲规场顶管家那个迎风面这边比较重要。那做是来加强防灾，有真济受灾户拢赶紧的大破棚，有民众等真久，才等到工人要来整修因兜，风雨来工程嘛只好延后。保警国军嘛已经进驻7股来协助居民倒看破棚。阮了已经准备好了，等下这风台过，阮就要通搁再做啊。哦，烦恼，迄像迄一天哦，头下咪人真正规暝都唔敢困。是否我们这国军来安排17个重灾区的区公所公所安排讲这个国军到协助种破棚较看点较爽的时候来协助包括安置收容部分气象局嘛按算这粒风台要暗会对嘉义台南附近出海，进入台湾海峡，惊会渗大雨，乡亲就要提悬警觉。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后礼拜68月23是有2項議題要投票，其中1項是有7位立委面臨罷免。今日早起是舉行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羅明才的罷免說明會，不過因2個人是攏無到場。公民團體就批評這江啟臣開8票，一直咧延遲地方的建設。推動建設。8二3第2波罷免，台中台北選區罷免說明會伫13舉行，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面對罷免的挑戰，說臨時無出席，引起公民團體不滿。針對江啟臣提出的3大成績，豐原國民運動中心、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國道4號豐原東四段，罷免團體批評江啟臣若開出8票，佫簽到地方的建設。因為這是一條可以保護家人，也可以救命救急的道路。可是這個願望，我們已經等了超過25年都沒有實現。你掛在嘴上的3大政績，事實上都是你在你任內龜速推進的建設。廖志賢表示講，江啟臣的選區豐原山城是全台中唯一人口減少的選區，也批評江啟臣無堅持台灣的主體，選擇外向中國。風雨無阻，這跟台商的精神一樣啊！台商一路在海外打拼啊，其實就是我們國力的延伸。
无出席说明会，江启成早起分别接见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访问团，甲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江启成伫面册讲，尊重罢免的权利，不过绝对无同意变作是政治工具的大罢免。台湾内部天灾升腾，外口有关税谈判，伊选择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拍拼。经唱明3次，未上台说明答辩理由。新北第11选区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共款面对罢免的考验，因为财委会考察行程无参加说明会，公民团体。讲伊伫立法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恐吓台湾人。你说你是为了和平，所以才在立法院里面推动两岸和平协议，你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破坏台海和平的中共。吴碧惠批评罗明才家庭背景，讲伊的老爸罗福祖是经济犯，走路去中国。不过罗明才拢无抗议转来台湾投案，强调新店袂使搁互乌道支配，呼吁民众823投下同意罢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8月23投票，另外一项议题是这核三厂停放的公投案。今仔日冒举行说明会，支持停放的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是批评这政府的能源政策错误，害人民都爱承受代价。也若是反方的公民代表吴阿欣是质疑黄国昌的核能立场反起反倒，另外嘛有提出核废料甲核三厂起伫咧断层顶头的安全问题。核三重启公投第4场说明会，正方代表是公投案发起人，新兼民众党主席、党团总调黄国昌，反方是国民代表吴阿欣。黄国昌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互人民付出代价，承认家己2018年也因为反核，暗过伫国际措施之下，认为爱不是面对台湾需要一座核电厂。民进党不该继续采取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进口，台湾的能源供给根本毫无韧性可言。新维修操作，20岁吴阿欣时表示，体认到核能风险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生活，向黄国昌提出核废料安怎处理，甲核三厂伫断层带要如何解决的疑问。你们提案要在确认无安全疑虑的情况下重启核三，这里所谓的无安全疑虑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要如何做到？民众党在去年总统选举时提出的能源配比中，规划了2030年核能要占到10%。那就算今天核三重启，最多也只能供应3%至5%的电力。是打算要重启位于新北早已除役的核1、2厂吗？黄国昌引用台电的讲法反击核1、核2厂已经无延役的可能，佮批评民进党政府用核燃料棒坑三两刀来恐吓人民，暗过无公开说明。目前已向相关科技解封，也反问执政党为什么延前处理核废料选址？我要请大家放心，用过的核燃料棒绝对不用放在你家里，干式储存的存放年限至少有40年。我经济部跟台电花了纳税人的钱，跑到芬兰、瑞士各个高阶放射物处置厂去参观，也签下了合作备忘录，来协助台湾规划接下来的厂址。这些只是政府刻意隐瞒，也不告知民众的真相。台湾的能源政策不能一再的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应该把责任丢给我们很未来的世代去承担。今天，当黄国昌选择站在重启核三的那一边，难道是因为核废料的风险变小了，还是因为政治立场改变，风险就能够被接受了？已经一摆质疑黄国昌对核能立场改变，强调核电的使用关系社会正义，呼吁民众爱谨慎思考，各地823当日出门投票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执政团队因为关税谈判甲救灾表现受到质疑，叫这内阁都爱改组的声音是哪来哪强？包含行政院长杜英泰、经济部长郭志辉、卫福部长邱泰源，拢去互点名讲都爱换掉。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人士来做应该有的处理。国会会好亲像透露，内阁已经被改组，这治疗拿回罢免案全部讲过了后，执政团队个经过对比关税谈判甲救灾表现受质疑，尤其经济部长郭志辉几拜互那也点名落台，结果到现场才多讲说，郭志辉个加入目标。伦敦半岛谢宏鼎他们做了民调，同意延役的有75%。你把敦义牧林会拿掉，你看他要不要同意？这会后，民党院长周春美发文，部长李唔对咯，强调恒春半岛的居民甲核三厂共存，成全唔是特权甲好处。你认为这个是失言吗？
问卷调查的时候，把因变数拿出来，然后再做一次调查，这个会叫试验。那经济部卫福部长邱泰源也正做比锁定的目标，最近佫因为发射讲要透过办联谊解决小组化，互人批评捕唔到重点。处长林正奇到三港讲话认为建立优先职场，增加新队友，才能创造较悬的生育机会。不过，伊本人进前因为响应罢免，也互人质疑行政无中立。在工作之外，我们也都是公民。那我们跟公民团体之间互相都有鼓励，在情绪上做一些支援的动作，我想这是必要的。被点名改造部会首长是新队友，也是敌队友。民进党提议党团干事长吴思瑶透露，需要更较接地气的执政团队。哪些阁员适任或不适任，我想我也不需要一一点名哈。政策的沟通，哪些政策的阐述，那都应当再加强，都应当更能够第一线的掌握民意。我觉得民调好像那个院长他的满意度其实不高。尤其在罢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用预算的议题在操弄，那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还是比较希望说，能够换一个政治性不要那么强的。在野党呼吁连换国会拢该特别考虑，国外讲被点名留校查看部分雇员，823进前恐惊赔爱平安。记者综合报道。言论一直争议的经济部长郭志辉，被意是讲车在中共来让步让利顺，倒救汽车产业，这就又搁引起中共工会反弹。郭志辉是回回讲，伊的意思是按算安排一个单位来统合、统一，甲中共迄边买原料。望讲中共做大卖，会当甲继续共挂，协助中小企业来省成本。郭志辉是强调讲，这个办法会当互中共各客户、小企业省成本，是双赢的方式。经济部长郭天辉拜出席产业座谈会时表示，会协助中共让利救汽车产业。这话指出引起外界讨论。中国集团企业工会不满指出，中共已经为国营变民营啊，所以爱搁派政治责任照顾中下游，批评郭天辉无顾公司治理，乌扛中共，搁无吐骨头。尤其现在又加上关税啦、餐费啊等等的因素啊，那中国已经吃不起这一种让利啦。以员工的立场来讲，当然是反对啊。公司的治理应该是经由董事会，可是他最近几次的发言都是不经过董事会，好像就是说命令中钢一定要这个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治理。郭志辉拜三出席活动的时澄清，所谓让利是指国内多数业者使用的原料来自中共，像劳斯协会等中小企业，虽然用量少，也不经数多，所以由金属加工中心提供技术辅导。佮协助同齐买同类的材料，就会当降低成本，创造中共甲中小企业的双赢。我们有100家，每一家都买3吨的材料，大概就有300吨到400吨。那对中钢来讲，他们就可以给一个300吨到400吨的这样的一个中盘价格，它可以让利给这一些业者了。但是不破坏它的所谓的销售的这个架构。郭志辉进一步指出，安尼做唔会当替中共稳住客户，小公司会当享有更较优惠的绩效。同款数量的材料价差会当达到5%，也不工会有员强调，任何让利方案拢爱优先照顾员工甲股东的权益。那经济部无顾公司治理，无排除会酒吧抗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的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周线，捌因为性侵、性骚扰案件去互定罪医疗人员，就去互公布伫咧平台，民众会当去查。不过，医改会嘛指出，过去是有涉案的医生，他也要互定罪进前继续犯案，这点是要想办法解决。来到卫福部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选择医师查询出现六笔资料，其中新北市执业的麻醉科医师趁机会威胁患者，互人判刑有期徒刑1年2个月；也有妇产科医师性侵病患，互人判3年徒刑。即卖违反性病的医师资讯，会当进网络查，拄到性骚扰惯犯医师的民众，敢会去查？就是会想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去求证看是真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医生被判刑确定，你还会去就医吗？应该会降低的意愿吧。如果是你会去查吗？应该不会吧。如果要内诊什么的，你不会担心吗？内诊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找女医师吧。
那医师医检、物理治疗等医术人员，若是牵涉到性侵等违反性病事件，经过判决确定了后，民众会当透过平台查询。目前成连结112年性病3法修法了后的相关案件，按过台湾医改会认为公开程度尚少。这样子揭露的标准远远不足，尤其过去曾经发生过郎医遭惩戒后更名转往他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而现在系统其实看不到惩戒记录，加上更名的医师也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辨明身份的资讯来供查询。目前系统会当查询到7个医术人员资料。下晡出席活动的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这是第一阶段，若是司法进程的案件，卫福部表示还佫伫甲司法院协调。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怎么样去连接借接，这个都会尽了很多的用心了哈。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医改会呼吁政府应该甲判决书甲定价记录做资讯公开第一步，嘛爱说明后续公开进度甲时间表。医疗性暴力往往牵涉到权势关系、真判提告。另外，诉讼也有可能爱过几落年，应该都爱公布性病调查确定，还佫伫个司法审理的案件。记者采访报道。现代社会对性别的认定哪来那多悬？有的人心内认定家己的性别甲身体器官是无相像的，不过伊嘛无爱想要动手术。不过即阵若是咱国内要改证件顶头的性别登记，是爱交动手术的证明书。人权团体就批评讲，安尼是侵害健康尊严，所以讲因着推动联署，要求爱甲交手术证明这条规定甲废掉。手提标语大声发诉求，性别甲人权团体宣布联署行动开始。目前国内看性别的人，若想要变换性别，爱附2位精神科医生的鉴定诊断书，佮有摕到原生理性别性器官手术完成的诊断证明书等等的文件。律师指出，目前已经有7案胜诉，认定相关的规定违法。保障人权、实现人权是一件一刻都不能再等的事情。欠缺法律授权，却要求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而被认定违宪。性别家人权团体诉求内政部应该马上撤销2008年函释当中强制手术的规定，莫阁互想要换性别的、跨性别的人继续开时间、开钱、拍官司、真费气。法规主管的机关迟不去变更这个函释，导致全国要陪这个傲慢的内政部一起违法。学者也认为，要求强制手术是性别二元化的国家暴力，要追求性别人权，袂当干那2个性别。如果我们朝向的一个方向是所谓的性别多元的话，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想象，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女是一个有阴茎的跨女，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男是一个有子宫的跨男。对此，内政部表示，政府当地建议向法制化的方向规范，并无急放风。相关的规定是予户政事务所办理性别变换的登记案件有一个依循，并且强调性别变换议题牵连到社会群体生活的特殊，应该安怎调整甲医护，影响范围甲程度是非常的深，含重大家公共利益真有关系。行政院对2022年以后已经邀请相关的机关协商真侪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阵国内菜色因为风台降大雨是害真济去，一直在起价。根据中华溪湖果菜市场的统计，这葱的产地挂价今仔日是起到321块，这是顶礼拜翻倍。产区拢是拄种落去的葱仔，边仔有一区成为7月风台大雨受损的产区。原本应该爱开始复耕，但是佮拄到杨柳风台，农民只好先来收种葱，等好天才开始种。咱即区就是进前风台大水吼，死无去的，就是按算即阵要来种，拄到风台啦。所以等风台过了，咱才过来要来种跩葱仔。跩葱仔种落去，嘛着爱11月中遐才有通收啊。前一阵仔大水雨，致使国内菜价损失严重，菜价嘛悬甲惊人。其中葱仔价销起相倍较低，实际来到溪湖果菜市场，葱仔量真少。农民讲，热天葱仔本地就歹种，佮拄到天灾，根本种袂起来。拄啊人吼，说较歹种的，葱仔有，种袂啥快。你即摆佮即个风台有，若有礼拜有。也拄啊种有嘛是够死了了。菜的价格平均价格来到50.7块，然后涨幅最大的是青葱，青葱的价格由178来到现在目前的325。
客户果菜市场表示，葱仔平均要种3-4个月才会当采收，直到因为风台大水，将坏葱仔损失7成左右，也种袂赴卖。加上这阵仔天气多变化，可能要到9月底，葱仔价销才会较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竹市真正有田地去受到重金属水银污染，环保署是发现讲附近的葡萄园嘛有去污染到，要求农民就袂当收成，嘛要甲迄批葡萄拢送去收掉。用夹刀甲树顶的葡萄夹掉，准备要送去焚化炉。新竹市高架部顶日发现有农地因为水银超标，经过追查了，佮发现附近的葡萄园卖用同款的水源，经过检测，水银含量嘛超过管制标准。康不过除了赶紧通知农民袂当采收以外，嘛准备甲葡萄全部送去烧掉。初步检测结果为重金属汞测值超过使用作物农地的管制标准。我们在第一时间已通知地主不可收成作物，将会同农政单位进行作物的铲除，送至本市的焚化炉进行销毁，以杜绝流入供应链。请民众无需担心，后续将进行该农地的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进行农地的污染整治作业。康不过推测有可能是咧水源头的所在，有工厂排放受污染的水，影响到灌溉用水，会阁继续追查污染的来源。当地有议员是要求新竹市府为了民众安全，一定要针对受污染的民众扩大采样。汞污染事件有延烧扩大的这个趋势在这边也要严正的要求这个市政府要能够对这个汞污染的这个范围面积能够扩大的采样来检测尽快让这个检测结果能够呈现出来，不要造成我们农民的这个恐慌。目前，环保局除了把受污染的葡萄全部送去焚化炉处理，后续还针对受污染的农地进行整治作业。环保局表示，未来会加强水质检测，启动污染调查，加强管理，把伤害降到上低。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中捷运的南线今年6月已经动工啊。虽然这捷运公司是预估明年的收入会当达到5.5亿，不过这人事等等的成本加起来竟然都要12亿。算算咧，这中捷明年有愿写了6亿外，所以讲台中市府是按算分3年，加拨20亿来斗建。民众坐台中捷运往回台中市区，不过民众讲，目前捷运敢若一条路线伤少啦。有网络当然是比较好了，四通八达，对不对？是。既然要做，那就是早点规划，早点做啊。台中捷运第2条南线虽然伫今年6月26动工，不过预计2034年才完工通车。根据中捷公司所提报的明年度事业计划书，有个明年的平均利润量，虽然会提高到49600人次，比目前的45957人次较悬。明年的收入嘛有5亿5千多万。不过人事成本才支出削减12亿外，掠来扯去，算算的明年度会继续了6亿5800多万。赶快加速捷运路网蓝线及其他路线的新建。那接下来也应该要提出包括异业结盟等等新的创收方案。你自己看我们绿线捷运，我们的捷运站有没有办法做生意？通通没有。现在人潮就是钱嘛。结果我们把钱就是看着他就白白的离开，就是叫他赶快走，不要在这边停留。议员讲，目前中捷公司资本也是35亿，有过今年就会用较大。目前捷运绿线站体商业空间无够，因为是以快速疏散人群做考虑，恶达到商业合作的效果。建议应该利用外墙甲大条，创造其他的收益。第2条南线起好，还要等11年，会变作市区的大负担。比如说类似捷运的干线公车的接驳转乘，然后每个车站呢，公共自行车也好，或共享机车也好，它的接驳转乘能够做得更完整的话，我相信可以减少相关的亏损。学者认为讲，目前应该要加强其他运具的辅助，嘛要加强转运的功能，提升民众坐车的意愿，佮用地方政府的财务配套来降低亏损。中捷公司讲，争取的计划已经伫2024年审议通过，2025年到2027年会分3年度，总共争取20亿，通来降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
既然古兰用铁公路桥废除文字身份了后，就要拆掉，文化界提出诉愿。即阵文化部是认定县府咧废文字身份的程序有缺失，伫咧改善进前，铁公路桥有关是文化资产。宜兰县南洋大桥边有一座超过90年历史的旧南洋铁公路桥，县政府文化局废止伊的历史建筑文字身份了后，面临拆除的命运。文化界发起抢救行动，提出诉愿。最近文化部回函，认为县政府废止的行政定序有真侪违失。伫定序完毕进前，旧南洋铁公路桥犹原有文字身份。伊这个申请会提出。这个资料内底吼，都是拢无齐全啦，都是无因这个主管机关家己的这个影啊等等。文化界认为，文化部的函文已经证明文化局的废止定序违法。函文也表示，2023年文化局把针对旧桥做检测报告，因为旧桥安全无顾虑，阁有高级的潜力，即马所推翻家己的检测，也废止旧桥文字身份。该要有更多的方法。让民众了解一下，到说这两个旧桥在对于宜兰历史跟宜兰文化上的贡献。旧桥拆除，涉及南洋大桥改建工程，也毋过公路局已经表明，无论旧桥是准是废，拢有办法会当解决，无影响改建工程。文化界更加批评，旧桥现况无好，是文化局伫维管上根本无先尽责任。制作的那个被子登录的程序啊。我们全部都是依文资法的规定办理。也毋过，县政府文化局无认同文化部回函，因为当初的废止定序完毕合法。文化部的公文非诉愿决定，无要求文化部针对此案补充答辩，也无应该办的事项甲定序无关。旧南洋铁公路桥的文字身份也是废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自7月至10月举办台语并农会活动。淡水分馆甲剧团金枝演社合作来规划台语活动，而且嘛趁机会甲民众用台语讲故事，培养讲故事的技巧。江苏甲民众唱这条《淡水模式》是1957年的台语歌，来描写淡水的黄昏景致，是叶俊麟作词，洪一峰谱曲。江苏希望互民众对歌词内底的淡水、渡船头、含港等等等去联想家己的生活经验。民众学唱歌的地点就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淡水分馆，由剧团金枝演社规划一系列的台语活动，互大人囡仔来参加。咱是敢若会念得出歌尔，毋知什么意义啊！即马伊有解说，阁有迄落慢慢解说，阁迄落表演互你看，你就感觉更加有迄个印象。了解台语，以及台语背后的伊所讲的文化，也是讲艺术啊，是讲人文的代志啊，我感觉这是相结合的啦。淡水分馆表示，为着要响应新北市立图书馆台语编脑会来推广台语，分馆就金枝演社用淡水的生活剧场的主题来规划课程，除了唱台语歌，也有听故事和画山图等等，要互大人囡仔惯习伫生活环境听台语讲台语。嘛，希望图书馆这个空间会当正做文化点睛的头吧。金枝演社的老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表演跟教学的经验，那就希望透过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就参加的小朋友能够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去学习、去熟悉台语。淡水分馆表示，这届请剧团来斗相共，嘛是要借因表演的全场，带在地的民众做伙用台语学讲故事的技巧，互囡仔听。所以10月有特别针对大人开课，希望会当培养出讲故事的技工，互台语活动有进一步的效益和正面的循环，和民众做伙为发展台语出一份力。记者卢昌珠、郑准由台北报道。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牵涉炒股票、插手选举、受人诬洗，查案去互羁押。这也是南韩历史上头一届有前元首翁仔某当时去互抓起来情形。金建熙伫首尔南部看守所正式放羁押。根据韩联社报道，伊是22出庭经过4点挂钟受审了后，互检方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甲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向法院申请逮捕核准。金建熙否认所有指控，这是南韩宪政史上头一摆出现前总统翁某当时轰抓受押情况。2人分别羁押伫无共的看守所。前总统尹锡悦7月70涉嫌内乱叛国案，互羁押伫首尔看守所。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金警希望关闭一间大约2至3平的单人房。韩联社报道，这间老房配备会当放物件、厨仔、会当后的饭桌、电视机、马桶等，或是甲方收押其他人同款。反映核准逮捕令的理由是，烦恼伊可能掩蔽证据。6月李在明当选总统了后，成立特检组，佮对金警希涉嫌16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13核准的逮捕令只包括其中的3项罪名，这3项指控分别甲对一级汽车公司估计操纵案，借此谋取利益超过8亿韩票，相当大票1730万；政治中人改选案，根据国民联络党国会议员选举提名，受统一教明白包甲破连，关系统一教伫柬埔寨的开发事业。公司新闻吴连编译。巴拿马国宝级的周琦黄金蛙已经强要登证，全世界野生的无到50只。为着保育黄金蛙，当局是为伊制定纪念日举办活动，宣导保育观念。即阵人工饲的全世界已经有要1000只。金黄色外表，脚趾边有乌色斑点，巴拿马金蚕蛤蟆要爬到树叶另外一边。这是饲伫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内底5只金蚕蛤蟆，尽管叫做黄金蚕蛤蟆，却是类属掌翅类，是巴拿马上有代表性的国宝级生物。不过近年来，受到一种的寄生伫黄金蚕蛤蟆皮肤的霉菌、乌菌病威胁，互伊强要绝种咯。细只黄金蚕蛤蟆体型上长只有5-6公分，不过毋通看伊细只。生长伫野外黄金蚕蛤蟆，伊皮肤的分泌物受带有真毒的毒性。这一只遮尔细只，就说毒死1200只的鸟鼠。受到乌菌病影响，加上森林乱草，造成丧失栖息地、非法的宠物贸易，也佫有水甲空气污染加重的因素，互巴拿马黄金蚕蛤蟆互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极度面临灭绝的物种。这种全球野生的黄金蚕蛤蟆恐惊无到50只。所以巴拿马政府开始用人工的养殖进行保育，同时甲每年8月14日定做黄金蚕蛤蟆日，成做巴拿马的固定假日，并且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宣导保育黄金蚕蛤蟆的观念。另外，也有相关计划，互全球动物园甲机构加入探生黄金蚕蛤蟆行列。政府已经甲巴拿马黄金蚕蛤蟆探生增加到1000只，分散伫美国甲加拿大50多间机构去饲。巴拿马保育黄金蚕蛤蟆，地理也伫咧研究，即要绝种的达尼文蚕蛤蟆。Plan Recoge busca proteger bosque nativo, implementar acciones para mejorar el estado del bosque nativo o, por ejemplo, trabajar con propietarios privados para que en sus tierras puedan proteger el hábitat de las ranitas de Darwin. 达尼文蚕蛤蟆体长大约3公分，一般栖息伫智利南部甲阿根廷的森林内底。淹过森林的火灾、气候变迁、入侵物种，也有为着真菌甲土地城市化，互达尼文蚕蛤蟆快速灭绝。全智利境内敢若剩大约62只。NGO 组织希望经由保育行动，提高民众珍惜特别物种的意识。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4度到33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